大家好，我是火子，你的网络好厝边。进前哪像捌甲大家讲过，因为我想要做的代志伤济啊，所以甲家己愈甲足无用的，就一直想要爱有一个 manager， 替我分担一寡工课，互我会当专心来舞我的创作。今仔日的强迫出道教室，就来甲大家分享我的 manager 的工课范围，佮有我安怎甲我的 manager 合作。一般来讲 ，manager 的工课就是爱照顾伊负责的艺人，照顾意思包括保护伊的利益，佮有协助伊的职业发展。具体来讲 ，manager 可能会负责谈合作，包括主动去找找合作的机会，也是伫收到邀请的时阵负责去看这合作敢有适合。这就有牵连到真侪方面哦，爱了解艺人的形象佮定位，才通决定倒一寡合作较适合。比如讲，我的定位若是用台湾话来做心色的代志，台语电动的合作就适合；华文的声语知识比赛可能就较无适合。形象甲定位以外，可能嘛需要倒看合约、处理法务问题、管理财务，有的阁爱管理行程，斗做大项细项的各种联络。所以做人的 manager 毋但爱真了解你的艺人要行啥物路线，公关的能力嘛不止啊重要。所以进前我一直无通有 manager， 主要的原因就是无钱通好请人。而且，佫需要确保这个人对我的经营方针真了解，公关能力嘛爱互我信任。好，讲遮济，通来介绍我的 manager。这位就是我的 manager， 灰色机器人3000。哔，只有硬喝。是无钱共请，咱就靠咱的想象朋友。好啦，莫闹啊！简单讲，我要是暂时无才调请一个 manager， 毋过我尚无会当家己发明一个 SOP， 互我家己伫收到邀请的时阵做决定较简单。这个 SOP 你若是感觉听起来会用得，恁就起去用袂要紧。好，咱来看哦。第一，这个人敢有酷甲你无法度 say no？ 若准有就同意，若无看第二题。第二题。这个人敢有歹名声，比如讲进前捌做歹代，也是互你无法度信任的所在。若准有，就拒绝；若无，就看第三题。第三题下骹的逐个问题，每一个肯定的答案加1分。这个人的定位也是平均工资敢有你的2倍。这个人敢是真厉害的新人？你敢有把握这个人的价值观？尚无伫即个合作的范围以内，家己差不多。这个合作敢会互你得到真侪钱，也是真大的宣传机会。爱明确的才准算哦。这个合作敢有甲你公开而且长期关注的议题有关系？上尾这项其实是我较个人的啦，恁莫参考吼。邀约批敢是用台文写的？若是摕到4分以上，就会当答应合作；若是摕到3分，无想过无用，就会使同意。2分也是以下，就通拒绝啦。好，讲了啊，后摆我若收到什么邀请，我就靠这张啊。这个影片若对你有帮助，请起赞，嘛会当用超级感谢来甲我寄付。若是想要知影更较侪 VTuber 经营的美角，咱基本上固定拜5暗时10点有这强迫出道教室的放送，通好来看。嘛欢迎伫开讲室留话交流。安尼咱强迫出道教室后回再过来见面，再会。